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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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 Albert 哥他，我真的打从心底谢谢这个好哥哥啊，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跟 Albert 哥说，Albert 哥，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好好的报答你，然后就是因为谢谢你这么支持我，然后他跟我讲说你不用报答我，假如你真的要报答我的话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去帮助更多的年轻的人，比你更年轻的人，那就是你对我的报答。我听到这个我就眼泪流下来，我说你也太猛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他是真的啊，真的。我自己觉得，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，我拍这个电影的原因，也就是希望能够感动一些人，能够让大家，能够促使大家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，或者是面对他自己的人生规划，或者是他的爱情的追求，我希望都可以给别人一些启发，一些帮助。他不是出点子给我，他是完全尊重我要做的东西。然后他比较有强调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真心诚意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那个经费的问题，你不用去想说啊，这个花这个钱，万一没有处理好怎么办还是什么？先不要想这个，你全部的心思都是要真心诚意的把这个作品做好。然后让大家看，你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好，就是这样子讲。因为小刀前2天有丢出一个震撼弹，就说他开拍3天的时候，他有想要退出嘛，他就想说他不玩了这样，他不想跟我一起弄了这样。他是出品人，对，但是他的角色太多元了，因为从这个案子一开始，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不停的跟他讨论，他也不停的出一些点子给我，这样，所以他身份很多元。他又是出品，他也有帮我找投资方，然后自己又在电影的制作上面帮了这么多的忙，幕后的事情，所以他身份太多重。结果那个时候他觉得说，他好像做这个案子做到他自己不是那么开心，他就有点想要退出这样。是跟你意见不合？是因为当初最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注意的，这电影是案子，它幕前幕后有很多东西要顾。可是我在顾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我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没顾啊。可是因为我觉得说他会帮我顾，可是他在顾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说，你怎么都放给我做啊？你知道吗？然后我那时候也有一点觉得说，是那时候因为我太忙了，所以我没有跟他去做太多的沟通，因为我要演又要导，然后又要跟工作人员沟通什么的。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说，Ken 好像都不太理我，怎么样？怎么会都交给我处理？然后问他什么事情，他好像没有回我这样。他那时候有一点觉得说怎么 Ken 的态度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他又觉得说他做的不是那么开心，对，然后就说，这个那你就，假如你觉得，这个案子你自己可以处理，那你就处理掉啊，对啊。那他这样跟你讲，你有哭吗？我回家当然有啊，但是我在他面前没有，我们什么话都谈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，没有任何秘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没有一起做过这么大的一个案子，然后需要花掉这么多的时间，从来其实没有，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单独做一场活动，好，这就有点像什么，就是情侣他们可能常常约会，一个礼拜约好几次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住在一起过，结果住在一起又发现问题，就吵架了，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吧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常常合作很多东西啊，都很 OK 啊，都很开心啊，可是我们一旦变得做一个这么大案子，24小时不停的在想的时候，后来发现说，你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个？为什么我在管这件事情你都不理？哇，就有这些情绪就来了。我觉得只是情绪而已，但后来情绪过了以后，我们就是好好的，就是一起把它弄完。那